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罗马人书第12章第9节到18节。罗马人书第12章第9节到18节。白话字圣经第182页，其他版本请看银幕。听着无假，万分歹，亲近好。听兄弟，着三亲爱。敬重人，着三推尊。论温群，毋通贫惰；论心志，着热热；论主，着服侍；伫愿望，着欢喜；伫患难，着吞忍；伫祈祷，着常常。圣徒所欠缺的，着供给伊；出外人，着致意好款待因，肯着恁个，甲因祝福，着祝福，无得咒诅。甲欢喜的人三角欢喜，甲啼哭的人三角啼哭。三款待着同一样的心，心志无得好高，着出就卑微的，无得掠家己做有知识，无得用歹报歹，伫正人的面前着多无遮的好事。若会得通甲正人和，着得尽力甲因和。圣经读到遮以上。这时，咱要请小会议长带应生牧师来讲道。伊讲道的题目是坦诚甲合一的听。今仔日是咱2016年的第一个主日，咱的周报有更新。咱年度的目标咱做伙来看周报头前，咱做伙读一摆吼。同心合一，学基督，谦卑服侍，做忠仆。这有押韵的吼。搁一摆来，同心合一，学基督，谦卑服侍，做忠仆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！阮感谢阿罗阮至权至圣至尊的爸，阮的上帝。受竞选的今日，搁一摆来到伫你的圣殿敬拜阿罗你，求你互阮有迄个谦卑顺服的心志，互阮的耳孔通听见你的话语，搁会当温群去行。祈祷恳求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所敬听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上帝赏赐予咱每一个人，拢有无共款的恩赐，就是爱咱会当互相来配合，分工佮合作来服侍上帝，并且会当来显明。来高举是上帝的荣光，所以咱每一个人活的主要的目的，就是要荣光上帝。甲边人讲，咱活的是要荣光上帝。所以无论咱做什么、讲什么，咱拢是要成做上帝尽忠的奴仆，做主的好管家。要来得到上帝的欢喜，所以乃当荣光上帝，利益正人，这嘛是咱活伫地上上界重要的目的，敢毋是嘛？当你的嘴承认，你的心内相信，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做你一生的主，安尼。你就成做上帝的儿女啦！你得到一个极大的权柄，做上帝的儿女。教会是上帝伫地上所设立的一个属灵的家，所以咱伫教会中间，爱时常来经历上帝奇妙的疼痛甲快乐。上帝嘛通过教会中的兄弟姊妹彼此的关系，来显明伊的疼。
所以疼是你起造伫咱的关系中间。所以教会兄弟姊妹，咱也要争做一个伫教会中间，咱互相有相听好好的这种的关系所在。所以咱毋若对咱的家庭有责任，咱对咱的教会嘛有一份的责任。一个人若是离开疼的关系，伊一生就一无所有啊！伊就失去伊活着的价值啦。所以我要对两方面先来甲咱分享。第一方面就是咱要有坦诚的疼，咱做讲坦诚的疼，就是坦诚的爱。我伫顶一次讲道时阵讲到，咱做一个领袖，做一个门徒的特质，就是有一个爱透明啦，爱透明，爱拍开。所以咱还是敞开自己，拍开家己，咱愿意真坦白、真诚实来分享，互相来带导。当咱来到教会时阵，咱常常看到人，咱的嘴常常会讲平安，平安。你敢知影伊真正有平安吗？有时咱的内面还佫有一大堆的问题甲重担，求主帮助咱，真正会当学习坦诚的听，彼此来分享。了后，咱就做伙来祈祷。咱伫教会中间，毋若爱互上帝的名得到荣光，嘛爱互兄弟姊妹来得到帮赞。通过咱的小组，会当互咱伫一个疼人甲互人疼的彼此的关系中间，来得到进步甲成长。一个透明、一个拍开的生命，一个敞开的生命，你就真正会当经历到这个坦诚的疼啦。所以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，罗马人书12章90到13节，伊安尼讲，疼就无假，万分歹，请把经文打下去。亲近好，下一章 PPT。我一摆，疼就无假，万分歹，亲近好，疼兄弟着三亲热，敬重人着三推尊。这个推尊就是国语讲推让又能够尊重，叫做推尊。论温群，唔通并端；论心志着热热。咱有一粒火热的心，论主就服侍，咱活着嘛是要来服侍主，就伫望咱就欢喜，伫患难就吞忍，伫祈祷就常常。我甲边仔人，一摆咱互相讲，咱就常常祈祷。圣徒所欠缺，就供给伊。出外人就对伊来好款待因啊！嘛，咱是一间会当好款待出外人。特别我一直看见每一摆2个月一摆，我看到做的人来洗礼，信仰个别转入来伫咱迦南教会。我们有好多的新朋友、新家人来到我们当中啊！出外人就对伊好款待因啊！所以坦诚的听，毋但你家己会当得到好处，也愿意将这个好处甲利益分享给别人啊。彼得前书4章第8节嘛讲，第一要紧，大家就切相听，因为听是遮砍最的罪过。有足侪拢真要紧啊！我圣经讲第一要紧。上界重要的排第一坎的，都是爱切相听。
国语圣经讲要切实相爱，切切相听。切实，不是干那彼此相听，都要切切相听，切实相爱。在这个充满罪恶、充满纷争的这个世界里面，只有人甲人中间切切相听，咱才有法度改变这个世界。所以咱听人，都要用真实诚恳，不是用虚假、用表面。所以伫遮，咱咧讲切切相听，我查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，就是讲咱就要亲像厝邻的人，我们要像家人一样的彼此相爱，这叫做切切相听。也就是咱爱听兄弟姊妹，亲像听厝邻的人同款。咱拢是同一家的人，咱拢是同一住伫同一个厝内的人啊。所以伫小组的内面，咱会当甲别人讲出我的感受，咱嘛会当享受别人甲你讲出伊的心声，咱嘛会当伫主的内面，咱会当彼此中间有真好的大道，甲互相的帮衬。其实，一个人若无大声领受上帝听，是真困难去听别人啦。所以求主帮助咱一手对上帝遐来领受到这份的听，了后咱就另外一手，搁分享出去。我搁提醒一摆，咱对一个手来领受到这份的听，咱无怎个放掉咧？咱另外一只手，就将这份的听搁分享出去。阿妹吗？一间听的教会，就是愿意对上帝所领受的，也愿意白白来分享出去。我咱迦南教会在做一间会当分享、会当互人的教会。阿妹吗？施比受更有福，互人的比甲人摕一定较好去。第二项我分享的叫做合一的听，咱做讲合一的听。今年的主题叫做同心合一，合一。1906年，洛杉矶，美国洛杉矶有一个阿苏萨家的一个教会，底下有一个足大的复兴啦。当时有一个黑人的牧师，伫台下顶咧讲道，突然间圣神的火对天降临，规间礼拜堂，甲所有兄弟姊妹，拢互圣神大大充满。这个时阵，因忽然互相安尼来讲主啊，互我来当搁较听我的兄弟姊妹。每一个人讲主啊，我愿意搁较听我边仔我的四周的兄弟姊妹。了后，因就彼此认罪，互相带导，彼此伫遮互相相听啦。迄摆大复兴就带互教会真大的合一，嘛带互兄弟姊妹的生命得到改变甲换新。如果咱对教会中间看会见的兄弟姊妹，你拢无法度去听，你哪有法度去听迄个你看袂到的上帝呢？甚至你哪有法度去帮衬、去听遐个社区的人，还是你还阁无熟悉的人呢？所以教会若要复兴，咱一定要有合一的听。求主帮助咱，会当彼此合一，互相接纳，互相包容啊！什么叫做听？什么叫做爱？爱这个字不是一个中间有一颗心吗？心拿起来不是一个受吗？所以听就是你要用心去感受啦，要用心去感受。听会当互咱亲近，亲近，咱都要讲爱亲近好，对不？爱离开歹，要亲近善，远离恶。所以咱要对付迄个歹，就是咱来先亲近好。耶稣是好，
上帝是好，上帝真正好，咱的主上帝是真正好，所以咱都爱亲近主，亲近好，才会当离开歹。所以对付歹就是亲近好必要的条件，但是亲近好嘛是离开歹必然的现象啊。咱看去主耶稣，互人卖的最后一摆，特别互人、互学生，甲伊卖犹大要出卖耶稣。耶稣知影，所以就出卖最后一摆的祈祷。耶稣思思念念的，就是爱因合一。咱来看约翰福音17章11节，耶稣安尼祈祷，安尼勉励因。伊讲：对当了后，我无要搁伫世间，因伫世间，就是这文道这学生还搁会踮伫世间，但是我无伫世间，我要归伫你，这个你是指上帝，伊要倒转去。圣的爸啊，愿你伫你的名，就是你所予我的，来保守因，予因做一个，亲像咱一样。这台湾话圣经讲，予咱做一个，意思是讲圣囝甲圣爸是做一个。主啊，予因就是这兄弟姊妹，嘛当做一个，都亲像我甲爸同款是做一个。国语本的圣经和合本是这样说：因你赐给我的名来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，合而为一，合做一个，亲像我甲爸合做一个同款。伫遮耶稣强福伫甲咱教示，伫甲咱勉励的话，就是爱是信徒，拢爱伫主的内面合做一体啦，合而为一。所以咱当看起合一是偌尔重要的代志。伫教会内面的合一，毋是干那讲少数服从多数，嘛毋是干那讲多数尊重少数。其实我感觉，这个合一真要紧，就是如果上帝认为是对的，上帝一定会感动你，会感动我，嘛会感动其他的人。求主帮助咱伫合一的中间，看见上帝的祝福，上帝的心意。上帝的儿女，上帝的囝儿若无合一，这嘛是天父上帝上较疼的代志啊！我跟你讲，无合一，嘛是别人无愿意相信耶稣主要的原因啊！佫较是撒旦魔鬼上界想要破坏，伊想要做的代志啊！咱会记哩，伫教会内面，你所看会到的，毋是你的对敌啊，是你厝里的人，他们都是你的家人，是你的朋友。但是你所看袂到黑暗的权势，甲肉体的私欲，伊其实咱今生的骄傲，才是你的对敌啊！如果你拄到问题，我毋望你将你的焦点，将你的焦点对冲突的中间，搁转转来伫十字架耶稣的身上，然后你搁想一下，咱每一个人的身躯，拢有留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啊！罗马书12章第14节到18节，保罗继续安尼讲：讲迄个困着恁的，就甲因祝福；着祝福，无伫咒诅。甲欢喜的人，三甲欢喜；甲啼哭的人，三甲啼哭。就爱咱三款态，咱伫三款态时，就要共一样的心志。咱的心志嘛无伫好高好悬，就切就卑微的人。
无伫掠家己最有知识，嘛无伫用歹报歹。伫正人的面前，咱就多无遮的好事。若会伫通甲正人好，恁就尽力甲因好啊！我感觉即句真好啦，好就是和睦三和啦。众人以为美的事，要留心去做；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啊！尽一切气力，甲人和睦。兄弟姊妹，咱还阁有啥物袂当放下咧？咱还阁有啥物袂当合一咧嘛？以弗所书第4章第3节，使徒保罗安尼讲：用和平三结连，地以保守圣神所属合一的心。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！所以保罗伫遮一直强调，咱拢是由上帝呼召出来，军队耶稣基督的人，拢是因为上帝讲袂出、算袂了的大疼痛甲稳定，才有今仔日的咱。所以咱的得救无啥物通夸口的，总是保罗。伊爱咱的，就是教会爱合一，这是信徒理所当然爱尽一切气力去做的代志啊！所以我恳求主来大大使用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嘛大大来使用咱迦南教会，互咱的教会成做一间合一三厅，做出来。互主的工来得到成就啦，阿们吗？第三项，通过这个坦诚甲合一听，我要阁讲一摆，听是合一的基础。咱讲，所以听就是咱大声要有谦让的心甲尊重啦。甲边人讲谦让甲尊重。教会是爱彼此尊重、彼此看重，我们要彼此看重，彼此敬重。真正，我们要尊重、看重，还要敬重。教会是这种的信用团体。就算一个人无学问、无地位、无啥物成就，嘛无啥物钱财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一个完全顺服军队主的人，拢是上帝所欢喜的。上帝看重的是你这个人，甲你的心。那安尼的人，嘛一定会受到别人的尊重啊！我搁一摆甲兄弟姊妹讲，服侍主毋是一时刻的代志，服侍主是一世人的代志。阿们吗？我常常说，服事是一生之久啊！这不是干那讲啊，我主日礼拜来做工一个，不是干那每一个小组的一个时刻做一个工啦呢。服侍是随时随地拢应该爱去做的代志。有的人会爱要求别人就照伊的想法、伊的方法去做，俩做安尼。伊就是真听主，还是较熟练。无定到伊的出发点是对的啦，伊的方法甲态度，但是无一定啦。因为若安尼做，你是真少去考虑到别人心内感受啦。德国神学家潘霍华牧师，伊认为教会内面必须要是听的生活，下一页。也是讲唯独基督啦。潘霍华牧师讲，唯独上帝、唯独基督的生活。所以后来佫写另外一本册叫做《团契生活》，会知啊？团契生活，这本册英语的名叫做《Life Together》，做伙生活。团契生活就是咱做伙生活。伫这本册内面，潘霍华牧师安尼讲：
讲信徒中间必须要尊主最大，要充满主的疼，安尼才有真实的团契，甲三疼的生活。咱若袂当看到家己的罪，比其他兄弟姊妹所犯的罪搁较大、搁较多，咱实在不配做主的门徒。伊嘛提醒咱讲，我必须要互别人对限制伊、压迫伊、统治伊的各种的企图中间得到讨棒。咱必须要用耶稣基督眼光来看别人啦。现在应该还有话吼，所以伫这个中间，我要甲兄弟姊妹讲，无听到你讲，哇，蔡牧师，你的讲道，哇，讲了真好，一定会当颁赞哦，其他的兄弟姊妹啦。我咧讲，你安尼想都毋对啊呢，因为你甲边人讲道是要互我听的啦，安尼。我讲你读圣经是为着家己读，你听讲道是为着家己听，因为讲道听道毋是用来判断任何一个人的，是要对上帝话互我得到利益。今仔咱读提摩太后书，你读圣经有安尼读着无？你看咱讲圣经的要紧啊，互咱每一个人归正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归正。嘛，搁一摆帮咱通过上帝，互咱家己来省察，看见家己的罪，甲需要去面对的问题啦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咱做基督徒伫教会生活中间的基础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。我甲你讲，咱毋是出伫上帝怜悯甲恩典，咱无一个当坐伫遮啦。结赞典官甲咱下骹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拢是上帝所听的囝儿。这个恩典，伊是无分讲你是颂扬还是不如，你是有偌悬的学问，也是一个真平凡的人。伊真正无管你的社会地位是甚物，嘛无管你信主的时间是偌久。今仔日同款有5位，搁进入伫教会，连伊咱有洗礼。我每一摆来拢足感动的，因为嘉南教会2个月都有一批兄弟姊妹入来到伫咱的中间啊。所以，我搁一届要唤起咱每一个人，咱拢爱用一个罪人的身份来进入圣道相通的实际生活。所以，当咱会当真正明白咱家己伫上帝面前不过是一个罪人的时阵，安尼咱来到伫教会，咱就无什么话、什么代志会当搁偏碰、会当夸口的。咱嘛袂当看别人比我家己搁较好，咱嘛袂看家己比别人较强，因为咱看到的是别人拢是我学习的对象，别人拢是我会当帮衬的对象。今仔日，咱会当伫嘉南教会，伫即个所在三熟悉、三堵，拢是上帝听甲伊的恩典啊。除了这项，无别种因素。为什么教会内面，阁有一寡无爽快、无欢喜的代志发生啊？这就是因为咱每一个人，拢想要家己将你家己的理念。你的想法带入来教会，好亲像教会，若无照我的方法，安尼，这个教会未来就无法度有正常的发展。咱有这种的理念也是想法，我甲你讲，无论你的计划偌大，你会当做偌济，你是有偌尼好的虔诚，我甲你讲，到最后拢会互人失望啊。然后你家己嘛真失望啊！所以，如果教会你若个讲，若无照我的意思去做，安尼好，我就放一边啊，我就袖手旁观啦。啊，无我就搁另外去找所在，啊，无我就想办法甲伊抵抗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到底今仔日的教会，咱是拄着什么款的问题？我感觉上重要的就是咱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，比什么更较要紧。毋是用我家己的属灵的标准，我家己的判断
来要求别人，甚至咱要要求对方达成家己的标准，我讲这拢毋是真好。无定着我甲你讲，咱的出发点拢是对的，可能咱嘛是拢好的。咱嘛俩做安尼做，对兄弟姊妹拢是有利益的。但是我要讲，安尼对伫一个共荣合一的教会生活、团契生活、小组生活，并没有帮助。所以千万咱毋通阁用自我做生活的中心，互咱学习。见面的时阵，咱大家三见面的时阵，无论对方的面貌面容是哇充满阳光，还是乌云大条咧，不管咱今仔日是真喜乐，还是真痛苦，咱的心内是充满热情，还是真冷淡，我求上帝帮助咱，拢用真心的微笑来看对方的面，安尼好无？真的，我感觉咱一间教会。真正，我一直我就真欣赏咱的教会，嘛一直相信咱的教会是上帝所听的教会。也恳求上帝，搁一摆帮助咱。哇，来到嘉南教会，大家都是笑嗨嗨、笑眯眯，大家人拢花头喜面，安尼好无？因为耶稣是咱的喜乐嘛。咱来真心来关怀对方。我来讲，听甲谦让尊重。特别伫咱的中间不断来发展出来，这嘛要真做咱教会标志啊。第二点，咱做讲听就是共赢的记号。咱一直讲，咱伫信仰个别时候讲爱圣道相通，对无？圣徒相通，甲彼此关怀，都无应该将自私的想法带来这中间啊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咱来到教会，千万唔通，就是一直想讲，就是我的意见一定爱伫这个中间。好，亲像这间教会，这个小组若无我的意见，无照我的理念去行，这间教会一定会退步，一定会凄惨，袂啦。我安尼讲，唔是干那讲对长老执事讲哦，我安尼讲是对每一个平信徒、每一个兄弟姊妹讲的。相信的讲阿免啊！我真正足辛苦，期待咱今年咱踏出第51年的时阵，伫咱教会头前的标伫跑走的时阵，无论咱牧者、中级同工、咱的小组长，也是每一个侍奉的人，咱拢是上帝萝卜，咱毋是行政长官。咱拢是领受上帝呼召去牧养甲侍奉的人，咱嘛毋是出伫勉强才来做的。但是咱来谨慎，咱来细致，咱毋通奉上帝的名去做互人纷争甲无和睦的代志。因为我阁讲一摆，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是罪人啊，所以咱嘛无应该伫这个中间，互人感觉咱是要来争家己的那样，咱每一摆拢是要归荣光伫上帝，所以嘛要把握咱每一摆三角组织的机会，伫遮分享耶稣基督伫我心上的稳定甲疼痛。咱会当常常就是归荣光伫上帝，这嘛是咱长老宗所强调的啊。那安尼，伫教会内面，自然就会当充满上帝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甲疼痛。互咱真正，咱的嘉南教会，真正一间充满疼的教会。这内面是一定会当相疼，我们都是一群可以相爱的家人。阿们。所以，当有人对着咱，也是伫背后，不管是做什么、讲什么，互咱伤心的话，也是你有感觉什么，互你失望。但是我要搁甲恁讲。这真要紧，就是咱必须要合一，因为咱来共同来发展，互这间教会真做是荣光上帝的所在啦。互咱会当去想到耶稣基督，伊嘛是天天忍受罪人的顶撞。你想见我哟？耶稣基督天天忍受罪人的顶撞。
耶稣基督伊定定逐工都咧忍受罪人、足罪的人，拢犯罪人、有罪的人伫遐甲伊攻击、甲伊侮辱。但是耶稣也是互因疼甲赦免。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咱圣道相通唯一的愿望甲期待啊！耶稣基督恩典已经教育咱伫圣道相通所有一切的原则甲理想。如果咱每一天，咱来到主的面前，也是咱每一礼拜来到教会伫遮敬拜上帝，或者是伫周间咱参加伫小组的聚会，咱拢应该用耶稣基督做咱圣道相通的内容甲目标。圣道爱相通啊，所以咱就会当明白什么叫做奇异恩典，什么是一个彼此相听的教会生活、团契生活、小组的生活。但愿上帝恩典，互咱成做一间真正圣道相通，伫耶稣基督内底有真美好关系的教会。这种的关系，就是爱互相来顺服。大人看别人比我家己较好、较强，那安尼才会当完成耶稣基督，互咱这个听的诫命。阿们吗？所以最后一项，咱就讲，听就是释放的力量。你要服侍主，你一定要听。申命记18章第5节安尼讲，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对你的正支派来敬伊，互伊甲伊的子孙奉耶和华的名来徛地服侍伊到永远。这个所在，台语圣经讲徛地，你嘛无书徛伫遮叫做徛地。国语的圣经讲势，人字部一个势力，徛立的所在，徛掉的徛地。另外，申命记第10章第8节安尼讲，搁一句讲，迄时耶和华分别利未的支派。跟耶和华约柜，徛伫耶和华的面前来服侍伊，奉伊的名来祝福到今仔日。这个一句话讲，徛伫耶和华面前，徛伫耶和华面前来服侍。所以伫遮我要讲吼，下面搁一页，安尼我要甲咱提起。古语先讲势力加侍奉这两项代志，徛在耶和华的面前，我感觉咱要侍奉，应该先徛在耶和华的面前，不是徛在人的面前啊。我感觉势力跟侍奉是非常关联的。我要搁提醒，什么叫做徛在势力，就是互人真专心徛在上帝面前，听叹伊的命令来做代志，叫做势力徛在。什么叫做侍奉？侍奉就是咱去推动、咱去服务教会事工，叫做侍奉。真可惜，今仔日常常咱伤过注重事工的侍奉，却忽略徛在来到伫主面前的服侍啦。申命记甲咱讲，以色列百姓、以色列国家出问题。拢是因袂记你常常徛伫耶和华的面前啊，所以用人的意思去侍奉，就是会偏差啦。伫这个所在，申命记是摩西所写，摩西五经，摩西伫遮，伊将徛在、将势力甲侍奉这两种无共款的观念，甲放做伙讲，并且甲势力放伫侍奉的头前啊。先神后人，先上帝才个人。所以侍奉上帝的态度，
一定要大声先徛伫上帝的面前，专心听耶和华上帝的话。今仔日咱咧读圣经，买伫讲，都爱专心，都爱听主的话，爱记牢伊的话。我都爱我嘛认真听科牧师的分享迄段圣经啊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侍奉上帝一定爱先尊叹去行上帝的道，大声听上帝，你叫我都听人啊。所以伫申命记中间，你若甲注意读，你就讲谨守遵行，尊叹搁去行，即种话拢总出现23摆。会当看见摩西的心目中，侍奉上帝、甲听上帝、尊叹上帝的话是有真密切的关联。咱需要有一粒愿意常常徛伫上帝面前这条心，因为咱对上帝有敬虔甲顺服，咱才会当所做的一切得到上帝欢喜。但是，一般咱来看，伫教会，咱拢强调，哇！你信徒爱侍奉，因为有人的所在都有事工啊，所以都爱人去承担服侍的责任。毋过，咱发现，当咱要承担这侍奉兄弟姊妹，无论是有职分的、有职位的，还是无职分、无职位的，咱拢伫侍奉。但是侍奉一段时间了后，哇！你会开始感觉足忝的。足神呢，就会很厌恶、很厌倦啊！甚至想要离开服侍的这个岗位啊！我感觉这拢是因为咱对侍奉的观念无正确，伫侍奉的大声，咱无学习彼此信任，无互相体谅，无过三听甲祈祷的敬拜的生活。对来讲，爱先侍立在神的面前啊！安尼，咱就会当来了解，也彼此来学习讲，学乐就是祈祷，祈祷就是学乐啦。来，要做伙讲吗？学乐就是祈祷，祈祷就是学乐。兄弟姊妹，伫敬拜是甚物？敬拜就是祈祷甲学乐啊！所以，咱来到主的面前。你徛伫上帝面前，你就是通过祈祷甲学乐来敬拜上帝。这就是咱对上帝应该有的侍奉的态度。因为听是伫耶稣基督内面的合一、共赢的生活甲侍奉的困难啦。最后，我相信人人拢需要听，人人嘛拢想要去听。人人都需要爱，人人也都想去爱。因为听是人生存上基本的渴望啊！若无听，就无法度彼此接纳；若无合一，嘛无法度同心合意。只有听，会当互咱一切的受伤来得到医好啊！跟旁边说，爱才能抚平一切的伤痕。咱有伤痕啊，这脑空嘴吼，无遐紧好啊。但是爱是最好的药膏，对不？你爱好，你等下天天敷上，膏这个疼药膏啊。你爱存谦卑的心，安尼才法度同心来服侍。约翰福音13章30个主讲，恁若三听。正人要对安尼看出，恁是我的学生，咱拢是主的学生，是主的门徒嘛。这就是坦诚甲合一的听啦。听是教会生存的生命力，是上吸引人来到上帝面前的一个上重要因素。教会若无听，人都袂就我。倒位有信徒切的彼此相听。迄个所在，就耶稣基督生命的显明啊！哪里有信徒切实彼此相爱，在那里就有基督徒生命的彰显。什么所在若听的组织，迄个所在都有新约技术了。哪里有爱的凝聚，
在那里就有神迹奇事。阿们吗？听，那是初代教会第1世纪，才教会当吸引人归主的上大的动力。听，爱大声来接纳一个人，咱大声来，互一个人，不管伊是甚物款的人，咱拢可以接纳，然后才引出伊悔改、转变来信耶稣。因为听是上帝对咱无条件的接纳，咱嘛应该安尼做，互相的饶恕，是拍开咱人际关系的门，嘛是教会会当更较多元、更较强营的基础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互咱伫同一个大家庭内面，咱拢做伙来学习，我们一起拆除心中的墙，拆除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。都一届求上帝帮助咱，先互咱家己心内底迄道壁来甲伊拍开，人甲人中间所隔断的迄个墙，嘛会当拍开，并且咱做伙，咱三角来彼此起做迄个会当沟通的桥梁，互咱会当真正享受迄个合一、无自私的听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万关能的主，听我的上帝，我感谢阿罗你，通过你的听堂、你的恩典，互阮成做一家人。伫遮，阮甲耶稣基督会当三脚同行。主，你也踮伫阮的中间，阮感谢你，搁一摆互阮的心会当柔软。互阮甲兄弟姊妹中间，阮拢会当坦诚合一，彼此相听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。